安省約克區警察局今日聯合萬錦市副市長陳國治以及市議員劉少麟喺萬錦市市政廳舉行關於犯罪與安全嘅市民大會。陳敏基報導。萬錦市居民近期對社區安全嘅關注日益增加，特別係關於入屋盜竊同車輛盜竊問題。好多居民希望了解最新情況，包括目前嘅犯罪趨勢、已經進行嘅拘捕行動，以及約克區警方正在採取嘅應對措施。萬錦市副市長陳國治、市議員劉少麟響應社區嘅要求，同約克區警察局聯合舉辦咗呢一場名為《犯罪與安全》嘅市民大會。首先呢，因為最新嘅警方嘅數據咁我哋呢今個月去年同期嘅犯罪率，特別係呢個 break in 即係破門入屋啦，同埋呢個偷車呢，都係有顯著嘅下降嘅趨勢嘅。咁主要係因為約克區警方佢哋喺過去幾個月喺冬天到而家呢，係有幾個好成功嘅行動。第5分局總警司 Sheriff Bett 出席大會，向居民提供最新消息、解答疑問，並分享切實可行嘅建議，保障社區嘅安全。部分居民提到有興趣探討引入私人社區安保巡邏，並就呢啲措施點樣同警方協同運作進行提問。